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将烧酒喝罐罐。你安尼用毋知要安怎？我拄则讲的毋是要唱即条咧。啊，你讲。你安尼就是甲我迄个节奏拍乱去啊！我是想想着啦，你无 get 着。哦，我无 get 着，我无 get， 我会使甲你 get 无要紧，毋通甲我 get 吼。我要唱一条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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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喂喂喂喂，想要向唱即条歌，你知无？我毋知，玉蛋个收着喂喂啊，有收了2包，到底是收着啥物？喂喂，咱等下再个继续讲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，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拍个节目。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笑，甲一寡生活上会个多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我发现你拢会使哦，会使哦。你会有一个，大家好，什么意思我听无？就是嘛都会使哦。有一个高专的哟，你会想着大家好。无共款的情绪。谢谢哦，多谢你的解说哈。拄则讲着咱收着喂喂，咱即个收着什么口味的来甲大家讲一下。会当讲吼，会当啊，咱也无讲咱收着什么件。一包是蚵仔牛奶。对哦，即个看起来是特别的，毋知是甜还是咸的。我有应该是甜的啊。咱也袂甲拍开，因为就是录音的时阵袂使食。对。无哪会缩起来，录完才个食哈。啊，另外一包是咱之前有食过，这可能是因遐的名产，应该是。来，你甲讲出来。芳蜜柠檬，芳蜜的柠檬，这个口味食起来真趣味哦。伊会淡薄仔酸酸，淡薄仔甜甜，对啊，但是伊个有迄酸甜啊酸甜，酸味啊酸味。你拍广告啊吼？无，个一届感谢瑞华送来的，多谢瑞华。对，伊即届有加卡片。好，来你念。嘛无算卡片啦，就是纸条啊，纸条啊。但是伊纸条是古锥的呢。嘿啊。好，来你个念出来。是个翕互大家看哈。好，瑞华讲这边你好。但这边是啥？我嘛毋知影。我大家拢想要问，瑞华这边是啥哈？对，这个这边到底是啥？我是黑边，伊是白边。啊，我伫咧 IG 面顶回你嘛拢叫我这边，还是你想要叫我啥？这边是无？你要叫我这边？安尼我敢是迄边。到底是倒一边？瑞华，你甲阮解说一下，这边是啥？这边是啥吼？好来继续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台语台教我台语，互我伫别个 VTuber 创作者的直播间会当勇敢讲台语。我希望我会使继续讲台语甲客话，是愈来愈好。顺续甲这边讲一个好消息，我伫即摆统一发票得奖2000块。哇哦，2000块呢！哦，恭喜哦！够兴奋的啦。所以我买2包四手啊，歪歪，互大家食红。哇，感动！我是瑞华，哎，我期待你后盖着2万。为啥你会变20包呢？唔通，伤低。啊，最近阁有收到另外一个礼物咯，嘛是歪歪，毋是，伊讲黑白面你好，即届我买屏东东港的乌昂脆酥，非常好食，这当互大家伫食中昼饭的时阵食，希望大家拢介意。我知伊迄天讲伊要送咱因遐的名产，原来就是这个物件。我下班之前想讲，哪有一个边边的物件，迄物件是啥？原来就是乌暗脆酥哦。那会当配饭啊，配糜啊。我今日无炸饭呢，你后盖炸吼。好，无问题。安尼咱继续鼓励瑞华，伫咧客语甲台语的所在，愈来愈发展。鼓励你，毋是啊？祝福你哦，瑞华。好，再来是即久无看到5粒星的老话。耶！来，这个5粒星讲 QQ 听甲感动哭，安尼咱叫伊 QQ 好啊。QQ 你好。虽然伊迄是标点符号，咱就甲伊叫做是 QQ 好啊。安尼用台语的 QQ。奇怪呢，咱台语台袂使念英语的就对啊。好来 QQ 讲，这个标题字写起来，伊讲语言以情感支持的快。我又是快乐，好快乐。伊可能但是后壁佫有3个点，快乐情绪。我袂晓 QQ 你到底是老啥哈？你来甲我讲者。讲者。QQ 讲，咱爱离开影响咱情绪的人，你爱先为家己设想，即个天地、即个世界、即个空间，即个体你来设想。原先是介意台语，想要听生活化的台语来收听这个节目，
愈听愈介意白边黑边的主持风格，有认真去听咧，爱甲白边囥头前的吼。多谢。听着2024年8月份听友分享结束4年感情的迄集，我嘛忍袂住想要分享家己的分手经验。主持人讲的这段话，互我感动甲流目屎。真实的，真心爱过，所以切的时阵心足痛。但是，若是要伫一段有毒的关系内底忍耐长痛，倒不如放手切断的短痛。真侪年以后，搁翻头转来看，一定会认为即摆家己做甲真对、真勇敢。多谢白边黑边的这段话，互我力量。哇！啥啦？莫讲迄个惊着。互伊力量。你有受到我伫即个所在，甲你灌过去。祝福你啦！我嘛有甲 QQ 的这段话啊，传互迄原本失恋的迄个人。嘿，我问伊讲啊，你有较好无？伊讲有啦，伊即摆有对家己较好啊，但是伊听起来就是安尼浅浅啊，可能无想要甲我讲啊。我嘛歹势时间啊，对啊，我嘛歹势讲，我继续甲问落去啊。不如个听众朋友啊，恁就是阮的朋友啦。嘿啦，恁若是愿意甲阮讲，我嘛是继续甲你关心啦吼。是，啊，你若是歹势，袂甲我讲，你就叫阮踮起啦。啊，5粒星的老话嘛，莫歹势吼，就是恁想要互阮5粒星就紧来哦。尽量尽量。对啊，无阮做个无收到呢，感觉足艰苦诶。对啊。啊，顺续念一个即个米约克的老话。好哦。米约克讲：多谢黑白边念出我的卡片，我是台湾人啦。好一个日本名，还咱叫是伊是日本的哦。对啊。我原本想讲，即个乌托邦公司可能就是有请日本人来，结果米约克是乌托邦公司。米约克有上咱的礼物啦，面顶都有写因公司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是死的，你是死的呢。米约克，歹势，我刚才收到伊送咱的红茶。米约克甲骂啦，啊。好，刷来是老话。嘿，这是油啊老话。油啊！哦，这拖有够久诶。油啊，歹势哦。是咧是咧，阮这老话人伤济了，太济了，哪里写配共款嘞？阮这只只好一直摆落去吼。后来咱这烟钱的油啊。烟钱啊，一直烟钱较真的油啊。哦，我想你想食诶是吗？油啊烟钱听起来真好食。好紧，黑白边恁好，我有听到恁伫节目内底点阮的名，恁的节目阮拢有听，毋过是塞车时咧听，有想要回应的代志，定定落车了就袂记哩啊。即摆互黑白边点着，一定爱记你回。毋是啊，恁这样奇怪呢？赛车的时阵袂使听，煮饭的时阵袂使听，啊个啥。哦对，迄天有一个人投稿哦，这新北的鱼仔，伊讲吼，伊听迄我细汉的耍蜡烛迄件代志啊。哦，伊讲伊哪听啊，切菜呢，爽一个愈切愈紧呢。真正假啦？毋是啊，你等伊切着手要安怎？啊，你看即摆安尼运动的时阵袂使听，愈走会愈紧，啊笑一个哇。袂喘气，啊，搁来压重咧时阵袂使听，啊，搁困进前会有人甲你叫，搁袂使听。我恁到底是点是要听？恁甲我讲啊，到底是要安怎？恁甲我讲啊。好在迄24点钟就甲报，扑咧落去。好，你继续。讲到阮 Podcast 一把集的代志，真正是足歹势。头起先是要歇寒的时阵，囡仔轮流咧破病，而且拢拖足久的。所摆迄个时阵无心情通好录音，一个休困了后，发现若像加足轻松的呢，毋免半暝啊咧加运动啊，困互饱的感觉哪会遮尔好？所摆遮咱死去，毋知当时才会继续做啊。既然已经写批来回应啊，归去就回较济咧。进前讲到生水迄个主题，我就想到我国小3年的时阵，看到游泳池咧招生。我就插讲我要去报名，毋过迄当阵我足矮，去上课的第一天就食着水啊，惊一大条，尾仔着规个人拢揪做一团，若好受咧两安尼黏伫壁边，无爱着去水里。电脑是阮哥哥本来无想要学，尾仔伊参妈妈来接我的时阵，看逐个咧耍水足好耍的，伊怎报名参加？结果伊受甲足好诶。教练招伊加入学校的游泳队，佮惊伊一个人来练无伴，所摆就叫伊带我做伙去。迄当时我敢若会晓拍水尔，嘛对伊加入游泳队。加在尾仔嘛是有练起来。佮较大汉了后，因为近视愈来愈重，我怎无爱去游泳啊？随望会使挂有度数的游泳镜，游完感觉看袂清，就无安全感的。会记哩有一摆去浸温泉，无挂目镜。远远看到一个牌仔，就好现牌仔顶悬写啥，
所摆我就豆豆仔挖紧要去甲看，担足挖紧的时阵，我总算看清楚顶悬写的字，伊写烧水出口，毋通挖紧。我就想讲，无怪哦，我沿路行来的时阵，感觉愈来愈烧，真正是足戆的。我是油啊，我感觉后盖因写的这个上长的这个咱就爱甲伊刷过迄批片。无你想想这个时阵，我在小编的主题无共啊。对，但是在咧小编愈长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到底下骹要放音乐无？我会足丢的。对啦。无要紧啊，但是因在小编伫念的时阵，咱才会使安尼乌白插尾，那伤危险啊啦！无我目镜行行到烫着咩啦？以我你是安那？你是傻眼前心，免行过安尼，愈来愈小紧，无感觉是无？囡仔即摆有好势无？毋知即摆佫变寒。对啊，最近破病的人足济呢。系啊，阮兜厝边有人一直流，一直吐。感冒对啊，规工的呢，啊伊规个人已经做散啦，伊就是迄种散个无办的迄种查甫囡仔，伊看起来面拢安尼落落去，关键他就没有看无，拄则有你时阵伊嘛看无，今日你看有尔，家己想啦，互你趁着啦吼。拄则伊我讲着，毋知当时则个会继续做即个 podcast。我感觉无要紧啦，先照顾家己啦。等囡仔较大汉了，伊会当照顾家己的时阵，则个继续做嘛，无要紧。是囡仔个来大汉了会变啥？哦对，迄样讲你也刚刚来嘛去啊？你有听我讲啥？有，真无彩，也是讲有我甲你讲，也是你当阵先录起来，网录啊，想要创啥录啊，爱要加这个加。嘛会当啊，对啊，因为迄种感觉真是一个记录啦。以后就算讲你无甲加做节目，你嘛是会当听恁囡仔细汉时阵啊。对啊，啊无就是无一定要讲腔量啊，你会当就是甲囡仔开讲呢，哪录啊。哦，安尼因诶，也是训练因诶迄口语诶表达啊。还是你甲因每一个人诶名后壁佫加一个腔量诶名，台语话腔量就是我伫甲腔量讲话安尼。我感觉这是会使变巧诶啦。有影。对啊，无一定爱安尼啦，毋通家己逼死家己啦，知无？嘿啦，困是上重要诶。对，人爱困好困，人爱困互饱眠，精神才会好。对，精神好才会当做真侪代志。无毋对，困无饱来到共款，一直大哭。我是无清楚啦。好啊，你莫家己变善男诶啊，晓摆哦。无我拢维持好无？过来是冰冻诶拉力问讲，什么冰冻？哦不，苗栗，我给你看雷华。我拄仔个想讲，迄个冰我念无好冰。哪里歹势啊？迄人搬厝啊！我今日伫咧苗栗住一个伤久啊，所以爱去冰冻佚佗者。即摆寒天啦，去南部，去冰冻避寒啦吼。来，哪里问讲，乌白边较爱啉牛奶还是豆奶？请回答。我以早是豆奶，即马是牛奶。是安怎？因为以早感觉豆奶较营养，嘿，即马感觉牛奶较好啉。较好啉是啥物？较好啉，较好啉。你合水因，搁要去互投诉啊？啉吼，我是以早毋敢啉迄无糖的豆奶。嘿，以早啉迄无糖的豆奶，拢爱片仔甜咧，一喙就甲啉好了，爱迄一罐足大罐了，一喙甲啉好了的。创啥安尼啦？因为我毋敢啉无糖的啊。你会当莫啉豆奶啊？但是人就甲我讲豆奶足健康的啊，我就想讲，感觉迄无糖有一个味，你知？结果愈来愈大汉啊，我开始拄有糖的，啉甲迄减糖的，啊，甲减糖的了，啉甲无糖的。啊，毋是我以早敢若加啉冰的，因为冰的较无迄个味，较无迄个豆青味，豆有一个臭的味，你知无？有，愈健康愈顺，原料愈实在，味愈重愈臭。我歹势讲倒一个品牌，足臭的，伊佫有一罐红的，讲啥物小狗的，我闻。哦，迄个拍开，啊，我佫有啉迄乌豆奶，乌豆奶是 OK 啦，但是最近佫有出迄加味的，毋是加啥物两白质，无是加啥物果物。嘿，哦，迄啉落甲下骹有迄刷刷，迄沉落去。全世界人拢知影我做浅白的啦吼。到底要几届？做一届吼，我会昏倒。我你讲啊，大汉了，我嘛是无法度啉牛奶，应该是讲你介意啉牛奶是啉迄一杯纯的吼。对啊，纯的啊，我无法度呢。啊无你拢啉调味的吼。我会当啉一喙纯的，我会当啉一喙。啊，都不安尼，无，你莫我别讲，啉一喙尔，啊，过来我会感觉讲，
喙会涩涩，会有一个酸酸的味，我就无介意。但是因若可以去透迄红茶啊，是讲透咖啡啊，我就会使啉。哦，这无糖的我就会使哦。我上爱啉一个牛奶叫做我听得出来。你就啉过，你记我今年都笑的，想要买一罐有？100块啊，就是毋知边，我就是问人讲，你买了来，加付20cc 好无？200cc 好。有够咸，袂歹咧，伊重点我感觉啉迄喙尔，但是迄个敢若出大罐尔，毋是讲伫冰冻高雄有迄细罐的无？对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甲讲，要加付200。啊，有一个人讲，我要一包，大家公家啉安尼，足爽的呢，我搁摕牛杯啊，甲你酿呢。对，我尾仔发现讲酿到尾仔我上。你啉上济许，我啉上少。大概你倒的时阵伊一罐会掉伫咧壁顶，啊无是伫咧迄杯仔内底。啊，倒互恁了，我拢甲恁倒甲拄好有无？叫我就感觉，我迄工倒出来想叫我安尼剩少。但无要紧，啉一喙就爽啊！我跟你讲。哦，对，所以安尼我敢有算，我两个拢介意，看倒一个较俗，我拢但是敢若较介意豆奶，哇，嘿啊。因为牛奶敢若啉一喙，迄个量的比例。毋是，我若是透红茶，我会使啉足济啊。哦，我要甲大家推荐一个比例，配红茶，敢听得出来啊？我听得出来。我的比例是茶爱2杯，牛奶1杯，嘛2:1。对，安尼较甜，茶芳会较重。但是温色油无共，伊是牛奶2杯，红茶1杯。对，伊迄啉起来感觉，哎哟，收啉。我嘛是较介意啉较济。啉安尼。所以我嘛无法度食啥物 cheese cake 啊，还是讲一寡啥物件伤冷，我拢无法度。阮厝边一间敢毋知烘鸡卵糕，问我要食无，无法度歹势伤冷，我拢无法度。伊拢做迄啥物迄有一个切开啊，内底软软爱哥哥会流出来，迄叫啥物？迄叫啥物？八，你是头拍广告哔哔，你个头拍广告吼，你讲迄个吼，你叫我听出来，竟然迄叫啥物啊？迄一个三个字一个鸡卵糕爱流出来迄种诶。哦，迄拄是我配啥物件？伊叫巴斯库起司鸡卵糕。哦，你讲鸡卵糕会起死的对。差不多啦。气素，要气素呀。起司 cake 安尼哦，起司还是气死吼？有一个的音，你搁要讲你伫新书配啊吼？听到没有？恁若是有这个问题，咱去查新书看吼。顺便工商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之前甲伊讲，但是有冷的物件，我拢爱啉甜的，像比如讲红茶啊，还是咖啡。我即马咖啡已经练甲会使免啉甜的。恭喜哦！对，我练迄臭扑茶，我讲我拢会使啉无糖的，但是若是要掺冷的时候，我拢爱掺一点点啊，1分糖。哇，用感觉你大汉啊！我大概听拢感觉讲，我老母饲我做无简单呢。有影，后尾妈妈辛苦啊哦。好，先安尼，过来又寄一张大张的卡片，足大张的。这卡片更足久啊，紧个练呢，无咱一个个袂记哩，欠伤久。对，那你讲，请黑白边，昨我读到2首诗，足介意的，想要写出来甲恁分享。第一首诗是爱迄个查甫囡仔，这是花蝶顶米鲁苏写的，感谢你听嘛，咱是英语呢，我用做日语式的。好来哦，爱迄个查甫囡仔，就像兔仔介意走跳。我讲我爱迄个查甫囡仔，就像兔仔介意走跳。我爱伫透早安尼叫伊，嘿，后生。过来是第2首，爱迄只狗，这是 Jack 写的。爱迄只狗，就像鸟仔爱飞。我讲我爱迄只狗，就像鸟仔爱飞。我爱伫透早安尼叫伊，嘿 ，Sky 是狗仔的名吼。好，过来第3首，这是拉力创作的。伊讲伊看这2首诗了后，我嘛想要写一首爱黑白边，厉害呢吼！来，爱黑白边，就像鱼仔爱游水。我讲我爱黑白边，就像鱼仔爱游水。我爱透早就听到因的声，讲一声嘿，大家好。我是屏东的拉力，多谢大家。我当时有讲嘿，大家好。你搁咧屏东的拉力？你真正要替人搬厝就对啊！拉力你有可能要搬去屏东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苗栗的拉力，跟雷华做伴，就是本连反抗啊，因为苗栗收歹念啊，伊才甲跳过，我拢无感觉呢。像顶届我迄
美国的红钱家念做日本的红钱，那不是白变甲我讲，我嘛会替恁搬厝哦。大家有想要搬厝来甲我问哦，我会甲恁后边安排一个所在。而且即种卡皮面店有做一只狗仔，伊伫咧迄狗只内底选一只较像乌边的，啊，佮选一只白边的。我无相信你有遮尔古锥哦。听明你若想要看的人，会当来去面册普文，嘿，看即张相片，白边即只狗敢有遮尔乖。什么意思？对呢，迄天有一个人问讲，奇怪，啥恁的普文拢带倒啊？伊伫咧 IG 在吹啊，问讲，我白边敢有一个 IG 的口罩？无，台语带着敢若一个口罩。嘿，阮的物件拢会囥伫做遐做伙，遐杂菜羹吼，啥物拢有。就啊，就是爱吹者，伊真正无看到咱迄篇呢。即个可恶的演算法，毋知是咧创啥？为虾米无想看到？要找的人拢找袂到，但是阮有传互伊啊，伊都有看到。真正找无，你会当去面册找啦，两边拢共款啊。虽然讲我知即摆少年人，你应该无咧算面册啊，但是拜托坐起啊看者敢好。笑啥啦？无会当来找面恁甲我开讲啊。口罩拢无。无一定啦，有 IG 应该是会使来，嘛会使跳过啦。哦，但是阮是绝对无迄个啥物。带什么音的啊？倒音的迄个物件啊，还是讲啥物小乌车啊？迄种拢无哈，无拢无，毋免笑想，阮会去迄个所在找阮哦哈。嘿，好啦，紧，你还问我紧啥？我打转来我。我讲屏东的即个结束，好结束。咱已经播到苗栗啊，今日个换人，好，过来换有村，换到北部啊，吼嘿，什么北部？毋是，北桥是别人。到底在创啥？我你洗台湾啊，地理无啥好哦。对，来有村嘿，有村这是狗仔故事的心得吼。阮兜以早嘛饲一只细细只的米库斯狗。米库斯狗是啥？就是米克斯mix 安尼嘿对。嘿，伊的尾溜互人剪掉，行路无意的歪一边。阮兜离巷仔口的公园足近呢。逐工透早开铁门，伊拢会冲出去公园放屎尿。有一天我开门，伊共款冲出去，雄雄听到车打动的声，啊，有狗仔的哀叫声，换我冲出去看，伊的巴肚去互车的某一个链仔交过去，夭寿。看到迄个时阵，我规个人拢硬去啊！车主有落车，我嘛袂记得伊甲我讲啥。我的印象内底，伊有替我甲狗仔送去病院，医生讲无法度救啊，伊的腹内全部破去。后来我就甲狗仔留伫病院，转去厝敲电话互阮爸，因迄几工拄好无伫厝，真冷静的甲狗仔已经无伫的代志讲出来。过来我去学校上课，我的人也是戆神。后来我汉面，佫会去梦到我的狗仔互交过的画面。自迄个了后，阮兜都无饲过动物伴。有村，我想袂到有村狗仔细汉时阵共款呢。对呢，对啊，听朋友啊，你有听到无？狗仔出门一定爱绑绳啊哈。迄真正是，才袂有出现即种雄雄公公走出去的代志。PTSD 一定就重诶。对啊，拜托我几啊年呢。有村你即摆敢有法度像我呢压落去车的骹，啊无伊迄无走去的骹吼。对啦，对啊，但是我来讲，阮老母听了拢无敲电话我呢。我足失望诶，我爸妈你有聽到无？雖然講頭前感覺講你飼囡仔足無簡單，但是你聽到我 PTSD 誒代志，無敲電話我足失望誒。伊可能甲迄賽車誒時陣聽共款，就想着講要卡到時陣袂記得吼。伊我嚟講伊足無用都袂記得啊。伊足鹹誒，我傳信息互伊哦，問講你要來台北無？伊就甲我看過，就無甲我回呢。就是無要去誒，無要來意思。你真了解伊呢？你因查囝。好啦，有陣希望你誒 PTSD 趕緊好起來。咱就莫饲啊，咱算別人的就好啊吼。嘿对，好，後一個是黃金，伊兩個 VIP 攏要囥做伙呢，傷長。好，安尼後蓋來甲伊分開啊！你兩個甲我切切咧哈。好，紅金講佇咧回答狗仔的問題進前，要先甲烏邊講一件代志。嘿，你講，就是阮翁嘛算是一個獸醫，哈，嘛攏是打畢業就考到獸醫師的證書，目前攏無佇咧動物病院就是啊。要特別講這件代志，是因為我打開始就講啊。我的 QA 上尾一條是情緒羅列的題目。我感覺烏邊佇念我狗仔的投稿的時陣，應該是無想到講我甲阮翁是大學同學啦吼。而且嘛，攏有獸醫資格這件代志，所以就愛特別提起者。我是無要甲阮翁比條件啦，哪有可能互烏邊安尼輕輕鬆鬆就用
红琴是兽医啊，所以我会选兽医。这种理由甲这条闪过人过，因为我互白边的迄个题目，哪像互白边痛苦一阵啊，所以嘛要互乌边痛苦一个。好，说落来，伊讲白边伫咧狗仔投稿第二集问着讲，是安怎有个人哪像狗仔特别讨厌伊？因为这物件伤长啊，吼，咱来去后个月才去讲。哈是安怎？因为后个月你袂记啥物主题啊？医师对啊，伊是毋是医师？伊是动物的医师对无？嘛是一个医师对无？真无真，重点是伊无，伊是即马无咧做医师，但是伊医师的身份你袂使家己记，因就是领着迄领白色的衫了，因就是医师，你知无？我知，一世人拢爱救人，无论你是好人歹人，好狗歹狗，伊拢会甲你救。好，对，所以是动物的医师。医师讲的话，咱就留伫后个月医师的主题才去听。好，毕竟咱医师的批伤少，听众朋友你有听到？你情绪罗练练啊，吼，批伤少啊，吼。请志愿投稿。对，医生的批伤少，吼，记写批来吼。刷落来是棒球的阿美，拢做上来到棒球啊，对，来到北部啊。嘿，阿美讲真介意恁的节目，听到乌白边搭喙鼓的声音。会互我笑甲甲规工的疲劳拢消失去。加在我是伫骑机车的时阵听，安尼我若笑甲伤喊，嘛无人听会着。多谢恁哦。哦，所以即摆骑到我会使听得到啊。OK， 嘿，啊，若是你要回答阮问题的时阵，你是挡伫路边回，还是等到厝才回哈？爱回哈，毋通袂记哩哈。嘿，伊有问咱问题哦。嘿，伊讲10月连假真济，请问恁放假的时阵拢咧创啥？困食饭，啊不，困食饭算猫啊，困食饭。都安尼。对，啊你创啥？哦，我有去2个所在。哦，我知影好，这后盖才讲，这个讲来伤长啊。这可能你后过盖，分，你12月份用这个主题好啊啦。啊，你到时囥啊迄个时主阵才讲。题啦？咱12月份毋是咧用迄 Merry Christmas 收到的啊哦，现在啊，敢袂使讲哪录影哪 Merry Christmas。你到伫咧录影的所在过 Christmas， 哇，那是有你嘞。安尼该使，我全部包起来就对对。总包啦，12月份啊，开放，这个是感恩的季节啦，想要讲啥讲啥，安尼好。好啦，后感盖再受讲哈。好，过来，过来是咪咪裤，咪咪裤，伫咧咱讨论讲，我还好安怎讲哈？嘿，应该咱讲差不多意思甲婆婆共款。哦，婆婆会使啦，我著婆婆安尼。对啊，差不多，溜啊啦，小可啦。好啦，这阮中部的腔就会走出来，迄个较悬的，什么？溜啊啦，哦，婆婆啊，对，婆婆啊，摇啊，阮会讲摇，摇你听有无？摇甲摇，哦，这才代表这个代志呢。我知，你今日讲啥的？摇，就是一看表情，摇就是婆婆啊，有摇的表情，我有安尼看表情才知影呢。无要紧，莫知啦，上好莫问我啥意见啦。好，过来是上尾一个老话，这是乌都的 Daniel， 你这乌都是假人是？我跟你讲，你这假人已经输啊！阮甚至今年落雨的时间比恁乌都较济哈。哦，你这嘛要比哦？爽啦呐！有影是中华人，有够爱比的。多谢啊！阮比啊甚至连嘛是爱比一下。好，伊讲想袂到后边竟然介意爱豆啦，有够欢喜的，请继续伫咧节目内底起笑哦。啥意思啊？讲到这条歌，对，我甲你讲，一定是你带赛。安怎？什么大赛？安怎？因为你讲你咧唱迄，过无偌久，风台就来啊！我甲你讲，讲你红台有网友来就算了，佫无互我放着风台架去哦。真诶，白边拢行路来上班诶，就是伊透风落雨，拢感觉伊雨伞会海去。有影。伊佫伫咧迄礼拜虽然是拜夜神，甲我讲，后边你加大加紧诶哦，佫来红台要休困啊吼，对啊，较早迄团诶，我想哦，有够紧张诶，带来等用迄顿兜逐摆拢安尼放伞天放。困伫咧厝内底，毋是困伫咧厝内底，是用吊伫咧山顶。你讲，我嘛都想要困伫厝内底啊！我是大概出门时阵拢有吊伫咧山顶吼。好惊啦，红台，大家拢挑战啦，台语特别去挑战者，咱这台语这个玉桥，向出一个题目，甲大家拢舞甲安尼吃薄饼。
嘿啊，咱两个黑白变成为即个台语台 Podcast 的代表，一定是爱连接吼。来，你先啦吼，为什么是我先送？啊，先简单的见。你是讲我的 NG 吼，第一个吼，直接开始。对啊，莫伫遐连拢紧。你这1秒头连哦，红红红来，记得哦。红红系统的红火好，个好红红红台的红火红海。哎呀，厉害呢！想袂到，你是毋是有头连？听免我跟你讲，拄则我加，讲网络听做一届啊，听免我跟你讲，我咧嘛学起来啊。我中间加1秒尔，但是其实伊可能想5秒啊。红红系统的红火好，个好红红红台的红火红海，安尼会使啊？好，我过来一个，这个较长啊，这个较长诶。这我惊我会袂喘气。你分做3句咩？好啦，好来。红火红台，熊熊来红海，红红系统的红火好，个好香港的红火红海。哎呀！你是谁？我想到啥？赶紧喘气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假啦！你是伊吼？你叫是我无咧用吹就对啊啦。你是伊吼？阮假袂安尼呢？你打开始打出来我就练过啊。哈，袂见笑，什么意思？真见笑，袂见笑，你头咧？换你啦。红红红台熊熊来红火红红系统的红火效果好雄厚。我即句有问题，因为大家拢会念红雾红海。哦，香港的红火红海，因为伊是要为着迄个红火火红红，嘿啊，红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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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毋是是呜呜，啊是后壁只红红，我无听过，你有去听哦 ？Daniel 写批来甲牵接，伊无去听，伊佫听着迄红红红，伊佫毋去听，你讲。伊讲黑边会介意，无讲着白边啦，伊拢拼啦。迄嘛是你听你室友的唱的啊，伊会伫遐跳啊！我等下有甲讲呢，伊有叫念迄红红红台，伊无法度。我感觉这对咱来讲是无啥，因为咱之前拢有练变调，所以这对咱来讲 OK 啦。啊，但是迄像啊，有一个人有做讲，有的人是红红红，红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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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年活动，讲创啥啦？正经诶。今日你甲迄2个变调念出来，迄台语老师讲有红红红台，嘿，甲红红红台哦2种，很正经诶啦。我最正经诶，拄则咱迄有2倍数，听起来像狗在叫诶，真好笑。听没有？你若有兴趣听，咱只紧切转去，甲迄有切2倍数，竟然像狗在叫诶。好啦。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吼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搁一个情绪罗练者哈，后个月医生的批还袂来吼，看兽医的嘛会使，搁要变做狗啊？猫嘛会当啦。人的咧，咱逐工拢咧看医生呢，若无我就要分享我的啊。啊是看医生，还是叫医生拖啦？到时阵才知啦，看是要看啥啦吼。我去看医生啊，去拜托伊甲我看啊。哦，我做爱看一个医生做引导的呢。是哦，后盖帮我看。谢谢啊。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那是啦。因为都是听你讲，去互你发现，无啊，你爱收尾啊。袂当直接开始哦。哦，会使啦，但是我就是你会继续接落去啊。无，因为我甲迄张纸水摕出来了，我快点掀过来。袂继续，你今日跟我讲袂继续三改啦。奇怪呢，认真上班袂当哦。哦，会当然后来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别行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